再来看，针对花莲大地震，交通部证实讲，未来将对进行花莲的观光提出3阶段的方案，加对业者来减免的方案。针对一般的旅客到花莲旅游的补助的时间，应该会对5、6月份开始。交通部早期到立法院进行花莲强烈地震影响专栏报告，目前有2间观光旅馆加1间一般旅馆暂停营业。一那花莲对外公路交通也未完全恢复。 对当地观光影响正大。交通部正式将会有花莲观光定型方案，分做3阶段进行。第一波就是相关的一些减免措施了哈，然后第二波是这个，包括他们现在有些房子受损，住在外面，让他们去住旅馆哈。那第3波就是当重建做完以后，包括自由行跟团客的补助。交通部表示，强烈地震的重建。 涉及到各部会，行政院伫这群拢有开会，由各单位提出方案。上面即个再由行政院统筹实施的时间，估计伫铁公路加观光总共有新台币30亿的补助。对旅客到花莲的补助，由观光署伫咧研究中，上见伫5、6月实施。 现在这个时间点，所有市区的饭店呢，还有受损以及需要维修的部分呢，大家都还在努力。那当然，我们工会也会确保各工会会员饭店大家提供的都是安全无虞的这个住宿环境。还是要对国际客做说明，就是说花莲虽然震灾严重，像这个七星潭啊、旅潭，甚至花东纵谷等等，这些地方其实都还是安好的。学者认为，强烈地震了的复苏对各旅的旅游补助是即时好。不过，当各旅市场恢复了，也建议爱对国际游客做行销，尤其是以前定定爱到花莲的日本甲韩国的旅客，会让透过旅行业者传达景点复原上新的资讯，吸引国际游客回流。记者综合报道。